哪一句？台湾谚语：劝人做事不要只顾当前的好处，而忘了周遭的安全，身陷险境而不知。台湾谚语：取材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。欢迎乡亲们转发到自己的聊天组群，协助推广咱们的母语。多谢，感恩。台湾谚语：目睭看地火，脚踏着火。劝人做事不要只顾当前的好处，而忘了周遭的安全，身陷险境而不知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